哇，黑刺都可以好苦噶。使又唔使本噶，我仔掉低個老豆啊！啊，大少巡視果園啊，大少！哇，今日藍天白雲好日啊！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平巴呢度啊！呢邊比較平巴啲，但係樹齡都比較老啲嘅。同 Aiden 最新嘅員工啊，有榴蓮 BB 仔。到一個紅蝦硬蟹、黑刺，呢個係 Tikka 竹腳。咁頭先大家睇到後邊啲樹，啲名種樹咯，好多年噶啦。大家估下幾多年？啊，咁粗、咁大、咁高。咁我唔講幾多年，大家自己去諗啦。咁呢個係 XO， 呢個係澳刺啊，黑刺。啊，咁啊睇下咩品質啦，攞黑刺啊！啊，黑刺大家比較有信心啲嚇。嚟啊！生意已經掟咗個蚊撲噶啦，真實，我哋主打一個真實。呢個就今日跌嘅，哦，嗱中咗蟲啊！大家睇到，真係自己食啊，掂下咩品質？哇，喂，好巢皮喎！哇！嗰陣浸香味仲勁過嗰個貓山王。哇！黑刺都可以好苦噶，但係好香滑，好香滑，好重嘅奶油味，好正喎！唔會話死甜，甜中帶苦，跟住好重嘅 whisky 嘅味道。都係變屈嘅。哇！嗱，大家經歷咗今個季節，咁啊，生記都好感觸嘅，因為榴蓮突然間好多有啲炸到好平，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到有啲係6、7年前種落嘅，咁依家開始有收成啦，所以今年就亦都因為天氣影響啦，所以成年嘅榴蓮谷埋就上幾個月一次過11月、12月開始炸落嚟，咁啊係好嘅，咁啊。大馬嘅市民啊，可以食到，或者大家都可以食到啲平價啲嘅榴蓮。但係如果即係要對有質素有要求，要食老樹嘅，指定要老樹嘅，咁啊嚟新記有提供俾大家。咁啊呢樣亦都係我自己堅持去做呢樣嘢嘅。嗱，好嘢梗係要分享啊！你啊，好驚啊！死咯，搵你開門口啊，死得哦！食黑刺啊！喂，你又唔制，要加埋啲草一齊食。各位同行睇下，或者各位觀眾估下呢棵樹幾多年？嗱，呢啲大家一段時間食到靚嘅老樹就係呢度嚟噶啦。哦，呢隻手嘅粗度幾誇張。貓山王啊，食貓山王啊，嚟啊！呢個榴蓮龜啊，成個榴蓮園得嗰幾隻。喵！喂，貓貓啊，貓貓啊！ Hello 啊 ，Hello Hello， 有東西在，喵喵喵。呢個唔可以帶返香港啊，知唔知啊？知啊。我中意睇嗰個馬嚟。係啊。喵喵喵。竹腳啊，Tikka啊，斜坡高山果啊，就係咁樣啦，老樹。